本小姐惹不起，躲得起，36计，走为上策。慢着。这有人坐吗？雷总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吃饭了？微服私访。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吃个饭啊？雷总，您这是来吃饭的吗？我怎么感觉你是来给我拉仇恨的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周围。你还怕这个？那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自保啊？本小姐惹不起，躲得起，36计，走为上策。慢着，我给岛上的孩子们订了一台高爱产的发电机，给小孙老师打个电话，通知他一下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最有爱心了。我就说你很有爱心，我先替孩子们谢谢你啊。等等，啊？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搪塞了啊？那还要怎么样啊？坐下，陪我把这顿饭吃完。这要求不过分吧？我说小苏，你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我吧？啊？哟，俩人聊挺高兴啊。文丽。雨真哥，你这几天到底是去哪儿了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我都担心死你了。对不起，雷总、蒋总，你们一定有很多事情要谈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。还看呢，人都没影儿了。文丽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还要问你呢，雨真哥，堂堂雨天的老总，你怎么突然跑到员工食堂来了呀？该不会是体恤民情吧？还是另有原因？我来员工食堂怎么了？我的食堂，我跟下属们一起共进一个午餐，有什么不妥啊？好啊，我也是你的下属，你可不可以赏个脸，陪我吃个晚餐呢？我都几天没见你了，好多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汇报呢，要不就今晚吧。小丽啊，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，要不咱们改天？我就知道你会搪塞我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真有事儿，下次再约，乖。雨真哥。